大家好，歡迎翻嚟大米講馬專攻第一場，今期繼續擺喺大米二台播出。嚟緊嘅星期三2月11號，發活谷又有9場草地野賽。頭場開跑時間晚上6點40分，跑道咧用全闊 A 欄，場地預測估計跑好地啦。近呢兩日咧就天陰陰嘅，星期一今日拍片時候咧都有少少微雨嘅。咁但係嚟緊兩日咧，天氣回暖應該都係天氣狀況正常噶啦。咁到底馬會灑水情況係點樣？係冇人估計到嘅。即使係即係琴日 C 跑道啊，埋欄場地咧喺直路同埋轉彎入直路之前嗰段咧，都係時間偏慢，係有不利場地嘅。咁所以咧，大部分咧喺中外碟冚上嚟嘅馬咧都好噶。琴日 C 跑道，咁究竟即係禮拜三谷草 A 欄傳統係有得追嘅呢條跑道，係咪都會比較利擺喺中間位後上型嘅馬呢？尤其是中距離啦，短途可能都係貼欄守好位啊，或者早段跟守好位有利啲都未定。但係跑到1650米啊，或者1800呢啲路程，係咪後上會比較有利啲呢？咁但係禮拜三呢，大部分嘅場次都係中短途噶，即係1000、1200啲短距離嘅。1650米嘅中距離賽事咧有3場，其中咧有一場就排咗喺第一場啦。咁所以專攻第一場，即係谷草嗰個 A 欄到底有冇得追，係咪後上有利？呢一個咧真係好關鍵。咁啊真係睇下運氣好唔好啦，睇下估唔估得中啦。咁就快咧都農曆新年啦，送蛇迎馬。下個星期四就係大年初一，馬年就快來臨啦。咁啊，今次嘅夜賽呢，係蛇年最後一次嘅谷草夜賽，送蛇迎馬，谷草送歲賽，到底會唔會有所收穫呢？會唔會福臨門呢？嗱，專登擺咗個福袋喺封面啊，睇下會唔會封面呢位練馬師做財神爺啦。由於大米呢已經即係買咗飛咧，返大陸過新年噶啦。咁啊，到底星期三嘅賽事係咪都係大米喺蛇年嘅最後一次提供呢？都話唔定啊。嚟緊禮拜六都未必即係一定出到公開版嘅片啊。咁希望咧今次專攻第一場都有所收穫。除咗即係喺大米二台會有專攻第一場之外咧，我都會揾阿仁哥早啲俾 tips 我咧做過三關嘅。即係精選過三關，膽哥唔知得唔得閒，但係仁哥應該 OK 嘅。咁啊，如果膽哥唔得閒咧，就我提供多一場啦。咁啊，過三關會喺主頻道度播，咁所以咧大家都留意住啦。希望喺蛇年最後一次嘅谷草夜賽咧都有所收穫。好啦，一齊去片睇睇，到底係咪真係揾咗封面呢位財神爺做主角咧？去片。好啦，咁啊先睇睇第一場嗰個排位表先，5班1650米中距離賽事，出馬滿額12隻，出馬好踴躍噶。依家啲5班中距離賽事，尤其是谷草，因為谷草每個月咧都有1-2次係冇5班賽事嘅，咁啊令到咧加埋依家即係4班落5班嗰啲馬咧個減分速度都好快咧，令到好多5班馬咧真係唔攞定個保護權嚟跑，或者唔打黃牌咧，係跑唔到嘅，甚至打黃牌都出唔到嘅。咁啊，真係都出得嚟跑都有心搏命啩。上一次都係咁講啦。咁所以咧，真係既然大家都搏命嘅時候咧，就真係要考考運氣、走位同埋嗰個跑道形勢，傷唔傷就抽個檔位都好緊要啦。咁但係谷草 A 跑道咧係比較公平啲嘅，講真。除非真係淋水淋多啲嘅啫。咁至於係咪埋邊檔位稍為不利咧？咁由於即係佢轉個彎入直路嘅時候咧，有少少鑊形嘅，即係會傾向內側嘅。咁啊，啲馬通常都有機會咧會壓向埋邊咧。如果真係啲騎師唔係咁規矩的話咧，跑馬埋邊檔位真係都好有機會咧塞車嘅。即係你遇啱報文嗰啲，佢專登即係要 block 你嘅，專登係要刪你位啊，或者點樣立心不良嘅。
其實都各為其主嘅，都唔係立心不良。如果係咁的話咧，其實埋邊檔位，如果真係個走位唔係咁暢順，入直路之前嗰段稍為慢啲咧，俾外邊啲馬冚上嚟咧，反而埋邊檔位不利，揾位比較難啲嘅。咁第一場都講咗嗰個跑道形勢係點啦 ，A 欄係咪真係要揀啲中外檔嘅馬咧？咁其實如果真係可以守住個中檔擺喺二碟係最好嘅，但係二碟嗰啲靚位有幾多咧？係咪中間位考走位啦，係嘛，考運氣啦。咁啊封面咧就大家都好認識噶啦，蔡若翰。咁啊都就快過年啦，蔡若翰係咪可以做財神爺咧？咁大家過年都會買衫、買褲、買鞋，都喜歡有啲名牌嘅。咁呢隻馬咧真係各方面都好名牌嘅，唔單止練馬師蔡若翰係名牌，各方面都係名牌。第一場9號馬大利好運，哇就快過年啦，夠晒好意頭，係咪可以喺過年之前大家都大吉大利好運來呢？蔡若翰馬房第一場9號馬大利好運，咁啊如果呢隻馬喺過年時候跑，年初三、年初五、年初八、年初九嗰啲日子開上戰陣新正頭，即使大家覺得即係個機會都唔係特別太樂觀，都希望攞個意頭買一買嘅，加埋出自名牌馬房蔡若翰蔡神仙係嘛？呢匹馬意頭就好啦，成績咧真係好一般嘅。喺蔡若翰馬房嚟講係一匹好失敗嘅馬添。頭先講過啦，如果真係大家喜歡名牌，呢隻真係好名牌嘅馬。呢件彩衣已經係名牌噶啦。以前蔡若翰呢，配住潘頓第一次贏打比啊，潘頓就係騎蔡若翰嘅戰利品，就係呢件彩衣呢一個馬主嘅。咁同埋呢隻馬最初嚟香港嘅時候呢，真係都好大名氣，出自名牌馬販引入，周稅價講緊幾多錢啊？70萬澳紙。咁你話呢啲馬出身又咁好，父母兩線血統又好，名牌馬販引入去一個即係殿堂級練馬香港嘅傳奇啊，練馬師蔡若翰個馬房，你話真係唔上3班2班都對唔住啦。但係依家落到嚟5班都贏唔到，唔單止贏唔到，仲好似越跑越差添。第一場賽事估計呢匹馬一定有分頭噶，會唔會20倍開外就唔知，但係最少都15倍噶，我覺得，因為近績實在太差。咁但係點解大米你會揀佢呢？揀佢嘅原因最主要係有分頭啦。如果呢隻馬冇分頭，一定唔會揀嘅。如果呢隻馬係6倍以下嘅，我係唔會揀嘅。但係如果呢隻馬係有10幾20倍嘅，我就覺得不妨試一試。蔡若翰雖然訓練啲低班次嘅馬，通常都係熱門啲，嗰個成數比較高啲。咁但係唔代表冷門馬係唔會走入嚟嘅。佢馬房比較少5班馬，但係依家仲有嗰啲什麼鄉村樂韻啊。我認為大利好運都係同一樣咁嘅個案嘅啫。之前有一隻我唔記得咗叫咩馬名啦，落咗嚟5班都係處女馬嘅，賀銘年跑嘅，最嬲尾咧都經常成為冷門，都唔會計較賠率咧，冷熱都搏嘅，冷門跑入嚟更加好啦。呢隻馬身價咁高係嘛？依家嚟咗香港跑咗3季，即係攞到百零萬獎，咁即係養馬費都即係 cover 唔到，養馬費都蝕埋之餘，馬價又蝕，買落去又輸。你話真係蝕咗幾多錢，真係交代唔到。雖然幫呢個馬主贏過打比，但係咧真係都好惡搞係嘛？其實喺任何角度都冇乜人揀呢隻馬噶啦，因為呢匹馬喺香港跑咗咁耐咧，係跑泥地，依家證明係最好嘅泥地中距離。贏馬嗰次咧都係潘頓咧出盡法寶先贏到嘅，上一季601場次贏一條頸啫。喺5班啊，仲要落5班先贏到，上翻4班咧都跑得近嘅。
咁呢匹馬大家都認為跑泥地好。咁如果大家睇埋賽程放眼遠啲呢，3月15號就有泥地嘅1650米日賽嘅，即係泥草混合日賽裏邊有一場係5班1650米，係3月15號就跑噶啦。如果3月15號買呢隻馬呢，就一定係熱門嘅，因為呢匹馬到時候可能會揾翻潘頓騎都未定啦，仲係交代唔到。但係呢，一定係熱門。上一季賽績都唔係特別太亮麗，但係去潘頓之手係2.7倍贏馬嘅。之後再跑上4班跑翻泥地1650米呢，都係單位數字嘅賠率嘅啫，即係熱門嘅賠率嘅。呢隻馬睇翻過往賽績呢，係好少冷門就都入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匹馬喺第一場係大盲門嚟嘅，估計應該好少人揀。但我揀佢嘅原因，除咗佢因為佢係冷門之外，第二樣嘢，呢匹馬轉過嚟跑谷草，我認為有變數嘅。睇翻血統，父系加母系，尤其是父系比較喺香港嘅賽區咧，係沙田又得，谷草又得。母系咧係天文學家，喺香港嘅子子啊，即使係父系係天文學家又好，母線嗰邊係天文學家又好咧，都係跑谷草比較好啲嘅，大多數。咁但係好運應該，如果父母兩線血統睇翻喺香港嗰啲賽區咧，應該係跑谷草得嘅，谷草性能無疑問。咁但係咧，呢匹馬跑谷草嘅次數係好少嘅，跑過2次，2次都落地嘅。但我認為嗰2次喺谷草跑得差都係有藉口嘅，有一次就出閘俾人夾啦，另一次咧就沿途個走位唔係咁暢順，直路咧係埋咗埋邊，即係冇位上嘅，都係無心搏殺啦。總括而言，今季呢隻馬，哇喺嗰啲賽績真係差到冇人有，已經跑咗8次啦，8次都未入過3甲，仲有幾次係喺5班添。上一季呢隻馬咧都真係唔係咁差噶，即使跑唔到入嚟都跑得近嘅，同埋有一贏幾位嘅紀錄，即係一次贏馬有3、4次上名紀錄，仲有啲係跑得近嘅4、5、6咁樣。哇！今季真係差到離譜。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嚟緊3月15號呢隻馬跑5班泥地1650米係要搏命要去馬的話咧，呢匹馬過往俾人睇到嘅賽績咧，佢贏馬之前咧一定會跑得近先嘅。如果真係離行離列跑到11、12位，再要佢一下子變身去贏馬咧，係好困難嘅。呢隻馬唔係一谷就起嗰啲馬，係要慢慢逐步嗰啲狀態慢慢跑上去嘅馬。咁所以今鋪我揀佢咧，就係希望佢個狀態已經慢慢跑上去啦。咁如果係咁的話，加埋即係我諗蔡約翰都唔會理噶啦，即使係谷草又好田草又好都搏噶啦。佢今場咧係專登報呢一場喎，攞咗保護權嚟跑呢一場喎，谷草1650米。如果冇機會唔會報呢一場啦。咁萬一嗰個狀態已經係起緊啦，進步當中，咁3月15號再跑泥地就搏嘅，呢一鋪都應該要跑得近啦。如果係跑得近，谷草性能好，狀態係有嘅，咁就有機會跑入嚟嘅。我都唔望佢贏到啊，當然贏到更加好啊。跑到啲233咧，咁好分頭條 Q 同埋位置 Q 咧都有好賠率嘅啦。咁其實呢匹馬喺前一次跑泥地1800米296場次跑到第6名咧，嗰場都唔係跑得差噶啦。狀態喺嗰陣時候，我認為係啱啱起嘅。但係點解上一次跑田草2000米跑得差咧？兩方面啦，一方面2000米可能延長啦，另一方面就係佢跑完之後咧係有輕微不良於行嘅。咁但係呢個不良於行咧就唔係咁嚴重，因為睇翻神貨功夫咧，佢即使係賽後驗出不良於行，但係咧都冇停過功夫嘅，完全冇休息過，即係嗰個事件係好輕微。咁加埋近嚟啲操練功夫都係好正常，馬匹體重我見到再上嘅，過往係1060幾70磅係好嘅，但係依家咧去到1100磅，我認為呢隻馬個體重唔使特別太介懷，因為佢過往都未真正係好過㗎。
我唔知呢隻馬係咪因為可能遲熟啲啊，定係點，或者係蔡可漢完全搞唔掂。但係今次我認為佢走過嚟谷草有變數，艾杜拿近期都好有心機跑蔡可漢嘅馬。上個禮拜三得一隻馬跑啫，就係跑先到先得，我都覺得機會麻麻地。但係佢竟然可以走位走到100分咧，翻嚟咧爭啲贏埋冷門嚟嘅。咁今期咧第一場大利好運，如果佢跑唔到，下一次跑泥地1650米可能唔輪到佢跑噶啦，潘頓立翻嚟跑。但係今次咧轉過嚟跑谷草，排咗個9檔 A 欄，我唔知佢點走位啊！真係唔知佢點走位。但係呢隻馬就唔使留咁後嘅，我希望佢擺喺啲8、9位 A 欄3疊，我諗都唔驚嘅。咁啊步速就估唔到噶啦，真係有可能咧有心意11號碼放頭都未定嘅，因為我見到佢試集係放頭嘅。今次增程有機會放頭都唔定，步速估唔到，但係咧有賠率、有鬥志，個狀態應該係起緊嘅。呢隻大利好運，我就試一試，希望佢走到入嚟前3名，咁咧就係有分頭噶啦。馬膽大家可以唔買 WinPay， 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心水腳去買嘅咧，不妨試一試呢隻大利好運，睇下喺蛇年送歲賽事谷草會唔會跑隻二頭馬出嚟啦。好啦，咁馬膽揀咗啦，你哋博唔博 WinPay 自己諗啦，博 WinPay 又得，博 Pay 又得，或者 WinPay 唔博都得嘅，即係食花生睇下都得嘅，冇問題。但係咧，我認為冷門不妨試下啦，膽博膽啊嘛，次次都係咁講噶啦，唔博邊有冷門中咧？但係如果係熱門咧，大家就慎重考慮，就諗一諗買唔買啦。我就唔會買嘅呢隻馬，如果係8倍以下，一定唔會買。唔好話8倍以下，10倍以下都要諗一諗先。咁馬膽揀咗啦，冇片睇。但係咧，第二隻呢匹馬咧就有片睇嘅。揀咗邊隻咧？呢一隻都係減分減到好過龍噶啦。大利好運減分減得過晒龍啦，依家33分，跑個位置都唔驚啦，都仲喺5班。跑完個位置再贏完啦，都仲喺5班啦，隨時呢匹馬都差唔多 case 噶啦，就係姚本輝馬房嘅8號時間寶。姚本輝哥呢隻8號時間寶係執二攤嘅，係阿韓哥流出嚟嘅，韓哥寶藏嚟嘅。大家以為係韓哥寶藏，但係嚟咗姚本輝跑咗都5鋪啦，都係跑得接近嘅，喺5班贏唔到，咁即係唔關韓哥事啦，係嘛？我唔知係咪唔關韓哥事，咁但係呢匹馬咧都係減分減到好過龍嘅，依家當打5歲35分，咁可能父係遙遠星空就比較早熟啲啊，係嘛？都唔係啊，好多即係啲 feel 嗰啲子字5歲都繼續好啊，5、6歲，點解時間寶跑唔到咧？係咪揾唔啱嗰個路程咧？係咪依家要跑中距離先好啲咧？嗱，有個啟示俾大家啊！純因為呢一場賽事咧，我先揀嘅啫，唔係今季喺姚本輝跑嗰5場，係上一季一場749場次，艾少禮騎嘅 B 欄谷草1650米4班賽事嚟嘅，最後呢隻馬咧，最嬲尾嗰2分鐘咧。啲飛倒水咁倒3.8倍熱門開跑啊，跑成點睇一睇條片就知啦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俾人夾咗嗰隻幸運伙伴啊！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就標誌紅衫嘅，埋邊粉紅衫嘅君志成啦，中間神驅馬靈啊，最出華美智慧走上去噶啦，第5位橙衫旗幟鬥士內欄，第6多利神驅啊，再後邊嘅話啦，先見到有超眼光啦，博愛先鋒啦，後邊2隻幸運伙伴同埋長勝威龍嚟噶，時間寶已經收停咗啊！好啦，咁睇完片翻嚟啦，哇！呢一場咧，我認為係公然咁樣將一隻馬咧係拉到輸咗，賽後係乜嘢都冇事㗎。賽後報告有寫啊，葉楚航話呢隻馬咧好意外啊，感到艾少禮拉停呢隻馬，因為呢匹馬喺馬房裏邊嘅表現咧係冇任何問題嘅。
3.8倍開跑喎，買咗幾多錢落去呢？真係唔知道。但係有一樣嘢即係可以肯定，就係呢隻馬1650米谷草呢，喺行哥眼中係一個首本路程嚟嘅。如果唔係，唔會咁大膽落飛嘅。咁輸完呢鋪之後，最嬲尾7月1號再跑一次田草1400，都係賣到熱門3.9倍。大家以為會保中啦，係嘛？上一次輸得咁離譜，點知繼續輸。輸完之後呢，就喺暑假拉倉嘅隻時間寶。純因為我信行哥呢隻馬1650米夠膽咁樣大幅落飛喺4班，所以呢，今次姚本輝幫佢跑翻谷草1650米。上一場呢，先跑泥地1650米練一練氣噶啦，已經逆配咗金城江，仲係何澤堯轉金城江，話唔定係何澤堯寶藏啊！呢一隻時間寶揀佢啦做配腳。好啦，咁啊配腳首選揀咗啦，仲有2隻配腳嘅。既然有隻冷門馬膽搏佢走啲2233嘅呢隻9號大利好運啦，咁梗係揀多2隻有分頭噶啦，串條位置 Q 都好分嘅。咁啊有一隻係熱門嚟嘅，大家可以拖可以唔拖，但係咧呢2隻都係寶藏馬嚟嘅。一隻咧就係布文寶藏1號金鑽精靈，第2隻咧就係潘大衛哥寶藏10號龍佑生。2隻馬我認為都要拖嘅。1號金鑽精靈我唔知今鋪係咪再俾多次機會，或者俾多2次機會啦，馬主俾阿韋達。如果唔係，韋達唔會用到潘頓嘅，因為呢隻馬布文其實都騎得 OK 嘅，我覺得。咁但係呢隻馬由於都唞咗一大輪，唞咗50幾日先出，咁啊都有少少戒心。潘頓摸都未摸過嘅，但係呢隻馬休出係 OK 嘅，同埋根本都唔係5班馬啊嘛。即使咩重磅，我認為都要拖嘅。咁另一隻咧就係潘大衛嘅寶藏10號龍佑生啦。今場排11檔一定有分頭噶啦，所以2隻馬咧，我覺得都需要兼顧嘅。咁啊，今期咧就介紹一條1拖3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地試一試啲冷門，睇下今期得唔得啦。9號大利好運行頭，如果大家都對啲配腳冇興趣嘅，中意買 win 或者中意買 win pay， 中意買 pay， 大家可以考慮下揀唔揀呢隻9號大利好運，但係一定要有分頭先可以買落去。配腳方面，3隻8號時間寶、10號龍佑生同埋1號金鑽精靈。好啦，最後總結，專攻第一場搏飲頭啖湯，呢啖頭啖湯飲唔飲到？真係要睇下大家係咪大利好運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大吉大利，好運齊來，咁啊，自然呢啲福袋就可以寫個常滿2個字上去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希望阿蔡神先幫手啦，佢都好犀利嘅，可以點石成金嘅。希望呢一隻真係都周身問題嘅馬，咁耐都搞唔到，係咪喺呢一鋪呢可以轉一轉場啊，俾啲新鮮感佢咧跑到上嚟啦！祝願大家蛇年最後一次嘅谷草夜賽咧，都能夠福到馬到運氣到，贏個滿載而歸。下一次再會，拜拜！大家好，呢條片向大家介紹一下2024至25新馬季大米2台會員計劃嘅詳情。我好高興通知大家，經過大米同埋強國人商討之後咧，大米2台嘅會員計劃24至25馬季係維持會費不變，係唔增加會員費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加入大米2台嘅會員計劃，可以嚟到大米港馬2台嘅主頁面。咁啊，嚟到主頁面咧，就先撳咗訂閱掣，訂閱咗大米2台先。大家記住，訂閱之餘咧，係要選擇接收所有通知。咁啊，然後咧就撳一撳右手邊嗰個加入掣咧，就可以進入揀選會員級別啦。大米2台總共有6個會員級別，最低級別係新開設嘅開心馬友，100蚊一個月啫。開心馬友呢個等級係入門級別嚟嘅，每個月係可以睇到4次嘅會員版心水推介片，每個星期1次左右，一個月咧最少有4次嘅，喺熒幕底咧就會見到噶啦。咁啊，盡量保持每個月2次夜賽同埋2次日賽。有啲觀眾朋友或者會員朋友都唔係想每次都玩嘅，
未必每一次會員版嘅心水都咁準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呢一個開心馬友級別咧就好適合大家啦。入門想知道大米二台嘅會員版水準係點樣，想了解多啲，又想嘗試下，就可以加入呢一個100蚊嘅會員級別。會員月費係每30日交一次嘅月費制度，你交咗100蚊咧就可以睇30日嘅會員片啦。如果你取消咗咧，都可以睇埋餘下日子嘅，亦都可以隨時取消。如果大家想睇晒所有嘅會員版心水推介片，想支持大米二台多一啲咧，就可以加入150蚊月費嘅好運馬友級別。除咗可以睇晒會員片之外，咁好運馬友呢個級別咧，如果入會累積滿24個月2年的話咧，亦都可以免費加入大米港馬嘅資深會員 WhatsApp 群組。150蚊嘅會員月費咧，係同上一個年度咧一樣嘅，冇加到收費嘅。咁大家都係可以定期付款啦，每30日交一次月費，亦都可以隨時取消嘅。如果有興趣加入大米二台嘅好運馬友呢個級別，撳一撳藍色嗰個加入掣，就可以進入 YouTube 嗰個支付程序噶啦。喺 YouTube完成支付程序之後咧，就會正式成為會員，可以睇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啦。會員片嘅播出時間，夜馬就係賽馬日當日嘅下晝3點半鐘或者之前，日賽咧就係賽日嘅上晝10點半鐘或者之前嘅。大家喺呢個時間之前就會收到會員版嘅心水推介片。會員片嘅內容就係強國人會揀3場賽事，一隻係全日馬膽，另外2場咧揀一膽拖2腳。咁大米係會喺佢嗰2場精選場次裏邊再加多1隻配嘅增選，好似畫面一樣，會俾埋呢個心水推介總表咧俾會員朋友嘅。最後再次感謝大家支持大米二台嘅會員計劃，我哋喺會員片再見啦，拜拜。